，groupbuyer.com 着數推介。好啦，各位旅遊達人，等我呢個酒店試睡完同大家綜合下呢間希爾頓嘅評價。睇完10幾位住客嘅親身體驗，可以話係優點突出，缺點明顯，好睇你追求啲咩。首先，掌聲響起嘅地方真係好正。性價比之王，幾乎個個都讚超值，性價比高，尤其係包埋嘅雙人自助早餐，簡直係靈魂所在。唔單止種類多國際化，竟然仲有住客激讚嘅紅燒牛肉麵，話係早餐嘅驚喜位，質素高到呢？諗住喺酒店食個豐富早餐先出發嘅朋友，呢度絕對唔會令你失望。而住宿質素有保證，作為國際品牌，硬件軟件都交到功課。房間普遍評價大間，乾淨舒服，張床瞓得人，冷氣又夠凍，仲可以自己校。員工服務專業有禮，仲有住客試過，備有好地升級去河景房，呢啲加分位最窩心。3套餐贈品夠吸引，好多套餐都會送希爾頓隨心杯。話這洗手包，住客都話係精緻嘅禮物，唔係求其貨色，拎到都幾開心。不過溫馨提示位要留意：1位置係最大考驗，呢個真係要劃重點。唔少住客都中伏，以為近會展中心，點知原來係機場另一邊嘅國家會展中心，位置相對偏僻。雖然話酒店附近有花園同商場，但行過去都幾兜踎。有住客話想搵個似樣啲嘅商場 shopping 食飯，至少要搭30分鐘的士。所以如果你係打算夜夜有節目依賴周邊設施嘅，就要諗清楚。但反過來說，正因為咁，酒店環境就非常之安靜，適合想避世純休息嘅朋友。小瑕疵要包容，有住客提到房內張梳化唔係太好坐。另外因為酒店多人住，想延遲退房 late check out 通常都唔得，要預返時間。達人結論，總結嚟講，呢間酒店係一間內在滿分、外在挑戰嘅好選擇。最適合邊類人？自駕遊或者唔介意搭車出入嘅朋友。主要行程係去國家會展中心參展或睇展，行過去約10分鐘，超方便。追求酒店內部體驗，想瞓張好床，食個高質早餐，享受國際品牌服務，而且 budget 有限。想搵性價比高套餐，想安安靜靜度假，唔需要周邊夜生活。要3C 嘅朋友，依賴酒店周邊步行範圍內有齊食肆、商場嘅方便檔，打算晚晚出動探索市區夜生活，怕交通時間長同車費貴。一句講晒，如果你嘅行程唔介意位置偏少少，或者個目的地本身就喺附近，咁以呢個價錢享受到希爾頓級數嘅早餐同房間質素，絕對係一個聰明嘅選擇。記得睇清楚地址，唔好去錯會展中心啊！祝大家住得開心。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希爾頓花園酒店住宿套餐，而家764港元就有交易。酒店坐落深圳寶安區嘅會展新城，位置超正，正喺粵港澳大灣區嘅核心地帶，仲要係廣深港發展走廊同東西走廊嘅交匯點，去邊都咁方便。酒店最大賣點係就喺亞太區最大嘅綜合會展中心隔離，行路過去就係，啱晒嚟參展或者商務出行嘅朋友。呢度係希爾頓集團旗下品牌，品質有保證，住得舒適又安心。中意玩嘅朋友有福啦！酒店距離深圳花發冰雪熱雪奇蹟只係1.3公里，好近㗎，去滑雪或者玩雪都好方便，輕輕鬆鬆就可以展開冰雪之旅。國際品牌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希爾頓花園酒店為希爾頓酒店集團旗下知名酒店品牌，入住即享舒適體驗。1、娛樂豐富酒店距深圳花發冰雪熱雪奇蹟僅1.3公里，交通便利，輕鬆抵達滑雪場開啟娛樂活動。1
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希爾頓花園酒店住宿套餐 Hilton 集團，靠近華發冰雪熱雪奇蹟。按下面訂閱按鈕，追蹤我哋着數優惠，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即刻上 groupbuya.com 啦！